修行其實都可以開開心心周圍去旅行，試唔同嘅嘢，見唔同嘅人。最緊要你見完每個人之後係有咩得着，有咩課題帶俾你，唔一定係慘㗎喎，可能係令到你更加勇敢，可能令到你面對過去嘅黑暗面，又或者係教你學懂如何保護自己。過往啲人哋同我哋講，啲師傅你就要付出俾啲人，你去幫人啦，為善最樂就最好噶啦。但係冇人教我哋點樣去保護自己，點樣去設立界線，點樣去看透人哋嘅因果，唔過度干涉別人嘅靈魂。點解好多師傅早死或者大病就係咁噶啦？因為干涉得太多人哋嘅靈魂，所以你就冇得做自己咯，俾人吸晒啲運，偷晒啲運。你係時候要發光發亮噶啦！